冇性生活會唔會感染尖銳濕疣？理論上咧係可能嘅，因為呢個尖銳濕疣嘅病毒咧喺潮濕嘅環境下咧，佢能夠存活幾個鐘或者幾分鐘不等。比如朋友前面啱用毛巾擦完下體，你睇就唔睇，跟住洗，咁感染嘅機率都幾大㗎。我喺度講一句，我哋以前講過梅毒同愛滋嘅時候咧，都會強調一個問題，就係喺口腔潰瘍嘅時候咧，就更加容易感染梅毒同愛滋。但尖銳濕疣就犀利啦，口腔潰唔潰瘍佢都得，因為咧佢唔係進入人體嗰種，通過血液流經全身引起全身性嘅疾病，佢只要通過自然嘅細胞間隙就可以定製喺口腔黏膜，引起局部嘅病變就可以感染啦。所以咧佢嘅傳播性咧就更廣，更有傳染性。同時咧亦都證明嘅佢呢個殺傷力唔大，但係咧傳染性極強嘅特點。因為咧只係局部嘅感染咧，生命危險相對就少好多。